样的影像。可以。画面。啊？那等一下我讲到要站哪里？站这里。对啊。站上去的话，那个画面只有我讲到的时候。对啊 ，PPT 放在哪边？对啊，我站在左边。对啊。稍微调整一下，不然我的东西没有地方放。画面，现在调一下画面。10点半，这个上紧。人啊，伊着只是你啥物是好，耶和华爱你的是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这时邀请大家起立来学咱的上帝。
咱社会百姓，全世界各国拢有做着无合主心意的代志。主耶和华伊就是希望咱来转向主耶稣来看到主耶稣的名的时阵，主就要互咱的恩光甲上帝的福乐，会享受互咱。多智慧，阮拢亲像你，你的心事伫你的心里，看见你的天上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是我亲像你。我心靠无你的旨意，你在那春天里，我心期待。
帮助我，是叫大鸟来迎接，多多为你来往。主啊，这个世代，这个环境，甚至阮的内心，一直在改变。总是主你的疼，主你的信心，主你的真理，永远拢无改变。当阮惊吓面对改变的时，求你甲阮三个同在，求你帮助阮，互阮面对这个世代，因为主你甲阮三个同在，阮就勇敢壮大。求你帮助阮，随时甲你有好的连结，互阮会通领受对属天来的智慧、聪明甲开力。面对这个世代的改变，阮通不断的应变，也透过主你的话来用从阮的心神，互阮会通较无你来到你神的宝座前，大大开嘴。你就大大充满，甲阮三同在，
求你引带阮进到你的恩典内底，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你的真理。当阮安尼做安尼行时，就互阮会当诚做受恩的囝儿。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虽然面对这个疫情，总是咱用无共款的方式，咱伫线上伫遮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这时要伫遮先来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看新北市、台北市已经升级到第3级，所以教会也有遮个应变的措施，对即礼拜开始暂时用线上的即个方式伫遮做伙来学乐敬拜。咱伫线上咧做礼拜时，咱犹原保持咱敬畏的心，也所有的聚会犹原是有暂停用线上来互相伫遮来请安，互相伫遮来分享。因为咱无法度有实体的礼拜，所以无法度来教会，请咱会通运用即个教会的即个奉献的系统。咱有无共的系统，如果你若会通透过无共的系统伫遮来奉献，咱有邮局的汇拨、网络银行的转销，搁有咱银行的汇款、ATM 等等，拢会通伫遮来通过你的奉献来祝福教会。也通祝福伫即个社区的事工。咱原定5月22到5月23青年牧区的关怀活动也会礼拜，因为即个疫情的提升，为互大家的安全的考量，所以要将即个日期来延期。所以请即个青年牧区的同工兄弟姊妹注意即个延期的时间。咱也有一寡社区的即活动，5月15、5月29，也是5月21，太古也是情绪上的即个上课，搁有咱各种的即个客服拢暂停，所以咱随时注意咱的 IG 的即个消息。咱来应变即个疫情的提升，市府犹原有会议通报所有的遮个学校班级遮个活动，拢伫遮来暂停到伫6月初8，所以咱的上市小组嘛暂停活动到伫6月初6。咱的德福据点嘛因为安尼对5月初3到伫目前6月初8，拢是暂停的，所以各位长者，咱会通伫厝透过Line、电话，也是即个做通讯的方式，甲教会据点的人员来保持联络。咱嘛耐心等待社会局的公告来回复，愿上帝来祝福。咱上年大汉嘛是相款即个学期的课程犹原暂停到伫6月初8，咱请遮个学员会通等待遮个通知。第8组吴英金兄弟伫5月初7望主恩调安息主怀享年86岁，要定伫5月22早起8点伫汤殡仪馆志美堂来举行日念礼拜，9点要举行火化的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无伫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伫下昼的2点半，要伫南崁油条坑5家的墓园来举行安放的礼拜。咱伫祈祷中间来安慰、来祝福遮个遗族，愿上帝神甲因三甲同在。第12组的蔡秀银姊妹也伫5月11拜二望主恩调安息主怀享年86岁。定伫5月初8，就是即礼拜二早起10点伫桃园殡仪馆的至真堂举行日念礼拜，11点火化的礼拜。
游园本来要伫9月举行的个别礼拜嘛，因为疫情关系，伫遮来调整伫下晡4点伫大溪和平市伫遮来举行安放礼拜。咱游园伫基督内底来为着遮为主来祈祷，愿上帝来安慰因遮的厝的人。其他，请咱就家己看，随时来注意咱家己的安全吼，保持社交的距离。咱即马咱做伙来读金句，做伙来读2遍，邀请咱做伙来。耶和华偏偏要救我，所以阮在生的日，要伫耶和华的厝，用诗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书38章20节，搁一遍。耶和华偏偏要救我，所以阮在生的日，伫耶和华的厝，用诗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书38章20节，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要记载伫以赛亚书38章，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20节。请咱注意来听吼。如果你手中若有圣经，你会当掀开。咱要用台语的圣经伫遮来读上帝的话。你若准备好，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你若准备好，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好，咱要做伙来读。遐个日的中间，希西家破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去见伊，对伊讲：耶和华安尼讲，你着说发你的家事，因为你得要死袂活。以西家就活转面壁，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佮做你所看做好的。以西家就大声提口，对安尼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讲：你去甲以西家讲，你的主大笔的上帝耶和华安尼讲：我已经听见你的祈祷，看见你的目屎，看。我要加添你的岁数15年，佮我要救你，甲即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即个城。耶和华要正伊所讲的，就耶和华要互你的掉头，看亚哈斯的日规，随日进前的影。我要互伊退后10度，对安尼进前的日影，果然伫日规的顶面退后10度。犹大王希西家破病已经好，就做诗讲：我讲，拄拄伫我中年的日，要入阴间的门，袂得通享受我夭春的年。我讲。我袂记着耶和华，就是伫活人的地，袂记着耶和华。我袂得通入点地上的百姓三角看人的面。我徛起的所在，像千雪离开我，亲像各样的人的布衣。我将性命卷起来。亲像织布的人卷布一样，伊要将我对布龟头点断，对早起到下昏，你要互我结局。我互家己安静到天光，伊亲像使压制我一切的骨头，对早起到下昏，你要互我结局。我亲像伊影。亲像白鹤，语语鸟，搁亲像加水哀叫，
我因为抬头看，目睭烟黄，耶和华，我受压制，求你甲我保仁。我要讲啥物啊？伊甲我讲的也甲我诚啦。我因为心内的苦楚，伫一生的年日，要稳稳啊行。主啊，人得到我是在伫遮的，我的心神活地也拢是对安尼。所以求你，互我过好，悠然活地。看，我受真大的艰苦，是为着要互我得到平安。你因为疼我的灵魂，就救我脱离灭无的去。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迄伫你的脚遮后。因为阴间袂会感谢你，死无袂会学落你，落昏蒙的人袂会毋忘你的诚实。就活人要感谢你，亲像我今仔日感谢你一样。做老爸的要互囝儿知你的诚实，耶和华偏偏要救我，所以阮在生的日要伫耶和华的厝，用诗篇的乐器唱我的诗歌。愿上帝话伫遮来帮助咱明白今仔日要安怎对即段的圣经来帮助咱较无上帝的同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连结啊嘛？即句话伫最近，好亲像互咱感觉真碍脚，也是互咱感觉真惊吓。因为人甲人的连结，伫4月底开始，咱看对着这3个一直到伫咱拜六早起起来，毋知有着惊无？人甲人的连结本来是真好的即款的互动，但是因为即边有一阵师群、师兄，因到伫特别的所在，伫遐也有真亲密的即个人甲人的连结，所以造成咱看见昨一起来，互咱感觉真惊吓的事，就是哪会拖遐紧？迄疫情哪会变化遐紧？减在互咱无法度有去面对的时间，去调整咱的内在。咱看见过去伫即个封闭即疫情的优等生，咱的台湾面对有史以来即疫情真严重的，都咱也看见台北市、新北市已经将即个疫情的境界来提升到伫第3级。第3级是安怎？第3级是伫室内你只有通5个人，袂当超过。有真侪代志你拢无法度做。伫即个中间，咱有看见国中的考试呢，检测有你的囝儿孙伫迄中间，咱有看见遮一寡学生，因有伫遐来着即个疫情，着即个肺炎。所以因无法度伫遐考试，总是有缘有互因一粒补考的机会呢。但是当咱性命失去的时阵，上帝敢有互咱补考的机会嘛？所以伫遮咱面对即款的疫情一直咧变化的时阵，兄弟姊妹，你安怎伫遐看待？对旧年2020年一直到今仔日，你会感觉咱的性命实在是真软弱吗？有当时一个消息的发布，咱的心开始着惊，咱的细胞毋知死偌济。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你会感受着讲，对大环境、对明仔载、未来，你还阁有迄款的毋茫吗？下一个着这，敢会是我？也是我的厝内人？我要安怎？面对这个时阵，咱面对教会这个礼拜，你也看，本来今仔日是这个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有外来的讲员，但是随时因为应变，
所以主就爱随时有即款的准备，对阮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本来是别个讲阮，所以随时阮爱准备，会通伫遮互兄弟姊妹感觉对上帝话，伫遮来帮助你面对即马所面对即款真严格的疫情，难免透过即段圣经，也是其实咱伫在教会主，咱咧伫遮灵修的时阵一段的经文，我感觉上帝真奇妙的安排哦。所以，阮就用即段的经文伫遮，甲大家做来思想，伫即个时间，伫你的内心，你要安怎连接甲即位想事活命，互你会通安稳自在，互你检测伫大水泛滥的时，伫遮疫情真严格的时，你游园会通伫遮安稳有平安。要安怎将你的重担交托伫主？你要安怎将你的心情迄款的惊吓，甲上帝讲？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的话就是正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当阮对明仔载、对未来无毋茫，毋知要安怎行落去的时阵，你的话一句一句来引带阮行过明仔载，行过后日，行过阮未来人生的道路。虽然面对遮个严格的挑战，你犹原为阮备办毋茫，备办出路。愿主你甲阮相同在，阮会通将阮的劳苦甲重担交伫主你手中。愿主你甲阮相同在。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姊妹，咱看伫遮个圣经，特别对第10节到20节中间，咱看见内底有讲到真侪遮个咱面对生活中间，甚至面对生命要结束的时阵，迄款的惊吓。以西家王伊面对生命，以赛亚先知甲伊讲：你的生命得要无啊啦，你无法度去活落啦，要安怎？如果是医生对咱讲，也是人对咱讲，你得要无命，我毋知你的心感觉安怎？或者是遮个着着遮个疫情的，着着遮个肺炎遮个兄弟姊妹，遮个世间的人，当因面对着因身躯的病痛、生命渐渐要结束的时阵，要安怎伫遮来面对？所以，咱要对即段圣经来了解，以西家王伊心内听讲要无命啦，好准备啊！咱若有一天面对即款生命将要结束的时阵，你会安怎面对？是惊吓不安，还是你会通伫遮挖去所互你的即个信仰、信心伫遮来望未来？兄弟姊妹，咱看即段圣经，其实在提醒咱，惊吓是随时伫咱的中间，好亲像会口会使要走找吞食咱。你知影咱一出世哦，咱天生拢有即款的惊吓吼。总是对囡仔来讲，伊只有2种吼，一种就是咱惊伊爬了，怎啊对面床摔落，因为伊毋惊咧。另外就是讲，咱知影囡仔吼惊啥物？惊迄个大声吼。迄外口的声若伤大声，伊会从吓着咧，惊吓。所以我会记古早吼，有种药啊，讲红影吐冷串丝屎啊，着惊骂骂吼。要啥？要乌干啊飘行，使若较有年纪的，咱拢知影讲有即味药丸啊，对无吼？其他的，若有火，若有电伫遐，伊毋知啊，伊毋知影通惊，大人惊，但是伊毋知影通惊，伊去摸。所以真侪的遮个惊吓是拢后来伫咱的环境所带来，会拄着的时阵，伫遐所学习来。其实有当时啊，适当的惊吓的情绪是对咱有利益的，你知无？咱看囡仔毋惊，伊毋知影，所以人讲遮个青梅毋惊青，就讲目睭无看着毋惊青啦。
啊，你若知影通行的时，你就知影安怎，你就知影通晓闪，知影通晓避，你知影通晓准备讲啊，我面对着遮个危险的时，我要安怎准备我会通闪避遮个危险，然后会通继续伫遐来生存。这就是咱要讲的哦，你有连接到无？咱知影即边人甲人的连接，毋对的时阵，毋对所在的时阵，毋对情感的时阵，咱就看见啥物？哇，凄惨啊啦！哦，对，咱看讲几个炭几一直到伫拜六早起，一看着啊，180个呢。所以，互咱着惊讲，若有遮个毋对的连接，咱就看所带来是惊吓，所带来是伤害，所带来是啥物？是一个对咱不利，甚至威胁着咱的性命。惊吓有几种？咱做伙伫遮会想，对咱的情绪，其实惊吓是咱情绪内底一个常常伫普遍人的中间所有的哦。头一个惊吓啥物？你失去物件啦。你有惊吓着啥物？咱在座，你有惊吓啥物？惊失去啥物？当两个夫妇，一对夫妇若亲密相疼，上惊啥？失去另外一半。你看迄款的哀伤，真久真久无法度行出来，你知无？做爸母的惊失去啥？惊失去囝儿。所以对细汉粒到大汉时，咱上惊是听着讲迄个歹的消息啦。惊啥物？惊咱一生咱勤俭拍拼哦，但是迄个财产有当时安怎？一暝间中间就无去咧。你惊啥？惊性命失去。你惊啥？惊可能最近安怎？迄股市安尼上冲下洗对无？一工会通起落落千几点啊！啊，你惊啥？可能你的投资会怎啊无去了去？这是头一种失去的惊吓。第二个惊吓种失败的惊吓。伫咱的生活中间，对细汉咱互教导，你着爱拍拼，然后考着好的学校。但是无拄逐个拢成功，你知无？总有第一名甲上尾仔名的。啊，你惊伫啥物代志顶面有失败嘛？有个人惊伫婚恋中间失败，所以毋敢结婚。有个人伫事业顶面，伊要创业，伊惊失败，啊，我若安怎要安怎？所以考虑再三，到尾安怎，拢无通做啥物代志。伫考试中间，咱看即两工是国中的会考咧，啊，这嘛是决定因未来，因要升级，因要到伫倒一个学校，真要紧的考试呢。考了好无？会失败袂？有效通读，还是考无好的学校？我参照咧比赛，最近嘛，迄大专的迄个全大运咧比赛对无？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安怎？随时伫遮会停止。本来大家拢伫遮准备要比赛啊，看啥物人会当走第一名，啊无嘛第二名嘛好。但是你知影，啊若迄个走上尾名会要安怎？感觉是毋是无民主啊？所以有当时咱伫迄个做甚至投资，咱拢惊失败。第三，咱看讲，有当时咱惊吓安怎？被拒绝。你是毋是惊吓人对你的本相伫遮来甲你判断评论？啊，伊生了足水啦，啊伊哪会生了安尼吼，五官拢无甲伊矫正安尼。有当时啊，人会因为五官你的本相人无介意，也是讲你因为你家己生了安怎，所以内心有一寡遮的惊吓，所以你毋敢甲人伫遐有安怎交往。也是你惊伫被拒绝、受气杀的中间，敢知伫交易的中间，啊伊若无要甲我合作，要安怎？有真侪遮会惊被拒绝。佫有一个就是咱拢有诶哦，对未来
要安怎？即摆拄着这疫情哦，咱就开始想啊，本来会通实体礼拜啦，啊，过来要安怎？啊，小组聚会嘛是相反啊。如果若提升到第3级，拢无法度伫遮实体的小组的聚会，也是其他的聚会啦，要安怎？兄姊妹，要安怎？敢就逐遍拢坐伫即个电视的头前、电脑的头前，伫遮来收看即个线上嘛？所以有当时咱会担心未来要安怎？未来我嘛甲遐个人共款，着要安怎？啊，我有保险无？啊，我的生命会安怎无？啊，我食老的时阵要安怎？无囝无儿孙要安怎？啊是囝儿时阵插我要安怎？啊，我食到老，我的退休金敢有通开？要安怎？咱有真侪遮惊呀，你知无？咱即摆破病的时阵要安怎？顶回会友当伊太太临终的时阵，最后伫遐交迄医药费，哇这50几万，哇，听着就真惊咧。加在即摆有一寡遮健保啊，总是有真大的负担，所以咱会想讲，啊，我破病安尼拖下，啊要安怎？面对死亡的时阵要安怎？所以有真侪遮个惊吓，咱拢需要去面对的。这嘛是今仔日咱所看伊世间伊所面对的呢。啊，要安怎？以赛亚讲：你得要死啊，袂活啦！啊，要安怎？所以要安怎伫遮来面对？有当时咱无法度面对，咱行入去伫搁较大的迄款的陷阱，迄款的惊吓。所以有人是讲啊，袂死就惊死啊！所以咱伫迄个惊吓中间，特别咱要安怎？你感觉着面对这个惊吓的时阵，你所需要知的真理是啥物？是这位天父上帝无赏赐惊吓互咱。兄弟姊妹，圣经你有看到讲上帝互咱惊吓无？赏赐咱本质是惊吓无？无呢？伊要互咱是啥物？伊要互咱是关灵呢，就是刚强。啊，搁有啥？仁爱。谨守就是守己的心呢。伊所互咱是透过这关联，互咱彼此连接中间有迄款的相疼，搁互咱会通警戒咱家己，守家己的本分呢。所以当你面对这惊吓的时阵，你若有好的连接了着，就会通帮助咱。但是为何咱知影遮总是即个惊吓，又搁互咱伫遮来落软落来、软弱落来？我毋知兄弟姊妹，你即几工对昨开始，即马你有一直咧看新闻啊无？早起来赶紧拍开新闻，有啥物新的消息无？啊，搁着几个啊？啊，是毋是伫咱的附近？也是咱的亲情的群组内底有啥物人有发生啥物无？虽然你知影这个信仰，知影这个真理，但是呢，又愿互咱会通伫遐惊吓，啊要安怎？伊世到要死啊要安怎？咱做来读来，遐个日个中间，伊世甲破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去见伊，对伊讲：耶和华安尼讲，你着设法你的家事，因为你得要死，袂活哦，袂活呢。那医生甲伊讲安尼，人甲伊讲安尼袂活，你要安怎伫遮来面对？有当时咱将惊吓吼，惊吓就是将信心放伫安怎？如果啊要安怎？伫迄个顶面呢？咱无放伫迄个信心，咱讲如果要安怎？毋是伫遐注目伫上帝本质，讲上帝无恶正的事，伫上帝无迄个无可能的，伫上帝伊有一定有办法。咱无将即个焦点放伫上帝本质，咱会放伫迄个环境，亲像伫迄个惊吓的中间，伫迄个中间咧甲惊吓相应的模式，对无？上帝讲来，你去，你
去引带我的百姓对埃及出来。总是伊心内讲啦，如果要安怎，因一定无要相信我啦，因一定袂互我带因离开啦。要安怎？有当时咱伫迄个中间行行，袂记上帝讲你去，我要甲你三角同在。我要互你脱离伫迄个行行，我要互你是平安，亲像遮学生因伫迄个行行中间，主耶稣出现讲愿恁平安。总是因心内嘛是共款咧行遐。所以即个时阵，咱看希西家做一个真好的事员帮衬咱，互咱会通伫遮活当面来到上帝面头前，伊面壁，好亲像咱咧讲的面壁思过安尼。伊壁咧做一个真要紧的，你上帝无好办的，互伊来办。你无法度的，互伊来甲你办，伊一定有办法。咱做伙来读来，希西家就活当面壁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所看最好的。希西家就大声提口，这是希西家伊的祈祷，所以伊活当伊上帝。你有靠赖上帝无？处理惊吓上好的办法就是安怎？转一个方向。你本来是咧找求人，你本来是咧对人来帮衬我，看有啥物款的办法无？生死的代志，你有当时无法度靠医生的，医生嘛是有限，可能会发一张病危通知。而且以赛亚即马是发一张病危通知。互希西家，所以希西家伊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转向上帝，伫遮来求救上帝，互上帝伫遮来引带伊头前的路。上帝啊，搁互我活命好毋好？伊伫迄个困求的中间，互伊知影讲，遮忧愁烦恼袂互伊的性命加一个久啦，就亲像。马太福音6章27节讲，恁啥物人会用挂虑，互你的性命较长一刻15分？无法度啦。所以伫遮诗篇的作者嘛，咧甲咱讲，你有一个方法，就是求甲上帝恳求。咱做来读即段来，依然求叫耶和华听见，就救因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瓦群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要克服你心内这情绪的惊吓，上好的办法就是安怎？无惊的追求啦。要安怎？哪会安尼讲呢？有当时咱惊讲啊，我求安尼，毋知有法度无？毋知上帝听无？用你着大大甲开喙，无惊吓甲开喙。你知影耶稣已经替咱伫遮来排除一寡遮的窒碍。总是，如果你若知影你的窒碍，你着先祈祷，然后你来到主面前。亲像希西家讲，我伫你面前行了遮个好的事啊，所以伊着大大来开喙，来对上帝伫遮来恳求。所以伫遮即段圣经嘛，咧提醒咱讲，恁迄时要求救我，要去祈祷我要听恁，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专心找我。哦，即段圣经咧提醒咱，如果你若专心伫遮找上帝来求救，就上帝要听咧。咱来看希西家伊的结局是安怎？伊结局就是上帝听伊的祈祷咧。我已经听见你的祈祷，然后看见你的目屎啊！看我要加添啥？伊几年？兄弟姊妹，15年呢？如果上帝互你15年，加互你15年，你会安怎做？你会安怎过你的生活？你有常常甲伊连结每一工在家会主无？有灵修无？牧师团足用心的，阮每一个人爱轮流伫遐录遮的每一工的灵修啊。啊无，请你嘛听一下对无？
虽然即摆无影像啦，阮会努力啦，因为有一寡遮个需要克服。咱嘛透过即个伫迄个 podcast 伫即个播客顶面，互外口的人嘛有机会伫遮来听。兄弟姊妹，上帝若互你加15年，你要安怎用？你要安怎好好伫遮来用？上帝听见希西家的祈祷，伊嘛看见伊的目屎，伊想事伊有活命。所以有一本册叫做《希西家的祈祷》，小小的一本册。过去一段时间真卖了真好诶，但是毋是看了就袂记啊。伊安怎伫遮对上帝伫遮来恳求？你的恳求是安怎？是拄着代志甲恳求，还是讲你时时你就甲伊有连结？每一工对上帝的话，伫惊吓的中间，上帝的话安怎应允你来帮助你，互你伫惊的时阵，上帝啊，你互我安稳自在。当我交托的时阵，你就要帮助我，想使我平安。所以以赛亚先知对上帝所领受甲即位希西家王讲，你的未来上帝要甲你相同在，甚至上帝要出手来救你的城。所王西拿基立，你也看，伫迄个中间一直咧压迫，要伫遮来侵略。真暝期间，上帝出手，18万外的遮个军兵，真暝被消灭。伊伫迄中间咧威胁，所以上帝若出手，遮个人拢抵挡袂牢啊！兄姊妹，所以咱看讲上帝透过这超自然的方式，伫遮来安怎做新的事，连日影。伫遮会通伫遮来控制，所以互咱看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掌管宇宙万物，连日头伊都会当叫伊倒退呢。你对这位上帝认捌偌济？你认捌偌济？最后上帝互希西家有应允呢，讲我要应允啥物？我要应允，咱做伙来读来。你的家甲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伫你的面前。你的国位也要坚固到永远。即句话，上帝讲对啊毋对？到底是对啥物款的角度？来，咱做伙来读。亚伯拉罕的父的，大马的父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咧连续到伫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建立永久的这上帝的国度。所以伫遮，咱来看见面对咱的生命的遮个终结的时阵，上帝互你有活命，你要安怎好好伫遮来活？希西家伊得到加15年的岁数，但是伊无活出上帝互伊的应允。伫历代志所记载讲啥？伊无活出应允，无照所得到的恩，伫遮来报答上帝。讲一句话，讲因为伊的心骄傲，所以上帝生气临到伊甲犹大国并耶路撒冷。上帝毋是讲要固守伊吗？要保护伊的王位吗？要互伊的国一直到永远吗？但是如果咱若无好活，伫你的现实，你所拄着的检测会到一段落。但是上帝用其他的方式，一直互伊所要成就的延续落去。15年呢，伊无好啊运用，结果15年的内底，伊生一个了尾仔囝，变鬼变怪，你知影？所以你若去看圣经内底，即个马拿西，一开始圣经讲马拿西接希西家做王，然后呢，伊行耶和华上帝目睭看做歹的事。所以你若去看这王，看做好的事的时阵，行上帝看做好的事的时阵，伊的国运就亨通，上帝甲面相同在啊。所以连续马拿西、亚文，因所表达出来拢是安怎违背上帝。所以马拿西接12岁做王的时阵，伊就开始起弹，希西家甲废掉，伊搁甲起弹，然后咧
敬拜中间，互人将因的囡仔迄落火烧，讲使儿女惊火，惊吓出高鬼。所以我讲变鬼变怪就是安尼，到尾仔拢无好的下场，无好的结局。15年伊心骄傲，然后呢，伫15年中间伊生这马拉西，直到互这王国愈来愈败坏，囝儿孙拢共款，惊耶和华上帝看做歹事。总上帝有伊的方法啦。你知影希西家伊的祈祷内底最后，伫提醒伊家己总是无好啊持守。所以即段嘛诚做咱的境界。讲主啊，这现代中文用本啊吼。主啊，我要为你来活，只为你来活，求你医治我，互我活落去，毋通袂记啦。当时伊讲我要为你来活呢，兄弟姊妹。但是后来圣经讲，伊的心骄傲。啥物叫做骄傲？就是为家己咧活，毋是为上帝咧活呢。如果你若为上帝咧活时，你会谦卑，你会高举上帝，毋是高举家己。伊会祈祷讲：我的忧苦要变成做安宁，你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危险，你赦免我一切罪过。所以这嘛咧提醒家己有一个未来平安自在。第三，你阴间无人学罗你，死人袂学罗。落伫阴府的袂伫遮来仰望你的信心。伫遮伊透过伊祈祷，伊对内心咧讲：我要仰望这位上帝。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学罗你，亲像我即摆要学罗你。老爸要甲伊的囝儿讲：你我尔有信心啊！你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伊咧学罗伊的上帝。所以伫伊伫破病的中间，得到复原的中间，伊学了上帝。最后一个讲，上主啊，你已经医治了我，我要弹琴唱歌学了你。伫我在生的时，我要伫圣殿内学了你。这就是要传播好消息，传播福音嘛。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通为上帝来活？如果你若为着家己活，足辛苦。如果你若为着上帝来活，上帝互你教育的即款的气力、智慧来面对你所有的困境，亲像保罗所讲，迄个加天互我气力，我凡事拢有。加天互你气力，互你面对所有的遮个境遇，你拢会通伫遮来面对。最近伫网络伫遮个赖群组团即张吼。即张内底其实伫遮咧提醒，伫瘟疫中间面对遮个环境变化时，咱是毋是甲亲像昨个新闻？你去大卖场看卖去全联讲抢甲拢无物件。昨我囡仔去 Costco， 哦，逐个哪想咧抢啥呢？卫生纸，伊嘛抢一罐出来。我看者你哪会买这啊？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挡袂牢，咱会对人伫即个中间来抢。也是你常常看到别人伫迄个中间咧埋怨，哪会安尼？处理哪会安尼？所以真侪互咱感觉心内野善。兄弟姊妹，咱看面对遮个环境的时阵，你要安怎伫遮来面对啊？所以即个图，我感觉足有意思。到尾仔慢慢，是毋是会当互你生命愈来愈成长？也是你一直伫迄个惊吓，伫迄个生气，也是你会开始会通伫遮来调整你的内在。你会通放弃你无法度伫遐的控制事，你会通开始了解你内在的情绪，亲像伊世界伊了解，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然后伊开始伫遐来找求。来连结。上帝讲伊的应允是要永远一直到伫现在，你我即摆一直咧领受。所以咱面对即款的惊吓的情绪中间，咱是毋是会通伫遮学习？亲像今仔日上款哦，牧师爱开始伫遐学习，要安怎伫遐来应变，开始准备分辨好诶歹诶消息。
然后咱会通顾虑着别人的需要，咱会通伫遮来献出我家己的才能，来安慰、来帮赞。伫即礼拜中间，佫有2场的个别的礼拜，疫情的关系，咱不得不爱做一寡调整。种随时要有智慧来应变，你要安怎有迄款的同理，才会失去亲人迄款的哀伤的心情，鼓励因，然后面对迄个死实，面对亲人的离别，你要伫遮安慰。我去伫即2段时间，即2个家族，牧师安怎伫遐陪伴安慰？有当时就是点点伫遐甲满咧，伫遐甲搭搭的，甚至你毋免讲伤济话。兄姊妹，如果你若甲上帝有好的连结，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去面对你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后一步要安怎行，上帝拢甲你三个同在。最后，我要邀请咱，就是咱要安怎将你所有的重担交托伫主，互主伫遮来帮助你。你即马惊遐吧？主讲我有平安，愿恁平安。如果咱若能够甲上帝伫伊的信息、伫伊的阻碍，你就袂过头烦恼，因为烦恼操烦袂互你的生命加15分钟，加1刻久。我要邀请咱做伙伫遮起立，咱要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投靠上帝伊的儿女，好亲像希西家，伊安怎面对伊的死实的时，伊求上帝，拜托啦，我活命啦，我会好好活。今仔上帝互你有活命时，你会通好好啊活下。望像希西家后壁讲，我的心骄傲。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亲像伊伫迄个时间，伊安怎伫遮来作诗来学了上帝。我相信你嘛通用你的生命伫遮来学了上帝，荣耀上帝。咱用这首诗歌做来回应上帝的话。万国的耶和华，多智慧阮无亲像你，你的信息伫你的心位，看见你的微笑无味。万国的耶和华，多智慧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
的就是活当面向上帝找求伊。咸在生命有结束的一天，但是毋免惊，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备办未来永活。兄弟姊妹，伊现时你若惊吓，咱要做伙来祈祷，求上帝除去你心中的惊吓，享受伊的平安，甲你三角同在，互你会通继续来过你所毋忘的日子。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看见这疫情境界的升悬，阮心中做这惊吓，惊吓这个肺炎会临到伫阮的身上，惊吓这个疫苗毋知有效无无效，拍落毋知有啥物款的副作用啊无，惊吓阮有做这个失去，阮所有的是毋是一夜之间无去？阮所亲爱的人是毋是离开阮去？我所拍拼的是毋是拢了去？主啊，世上无一项是会通到永远，只有你的话，只有你的应允会通直接到永远。当阮若甲你有好的连结的时，阮就要相信你的永远，透过耶稣基督，互阮对未来有极大的毋望。求你一时就享受平安，甲阮三同在。不管外口也疫情，外年也多，外年也短，你有缘帮助阮，互阮的心会通伫遮安稳有平安，也互阮有智慧安怎伫遮来面对即款的环境。但愿救主耶稣基督你赢过死亡的关系，甲阮兄弟姊妹三角同在。你是享受平安的主，你要对阮讲，愿恁平安。天父上帝，当阮面对惊的时，你有愿用你的慈爱、怜悯来成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安慰阮。感谢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失去亲人即款的哀伤，求你透过你的圣神伫遮来安慰因迄款的失去惊吓的心。安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互阮知安怎靠着主你所互阮的智慧、真理开咱，阮会通凡事拢会通面对。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祝咱有美好的一天，愿上帝来赐福咱，也互你继续每一天听上帝的话。继续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上帝要引带你行伫迄个稳定的道路。咱做伙伫遮来面祷，咱请坐。咱今日礼拜就到遮，愿上来祝福咱，咱会当彼此伫厝嘛会使，彼此伫遮来请安，愿上帝甲你三个同在。